來看高雄的一隻魚船呢，是意外去掠到一隻150公斤重的保育類的吉龜，在海保署是有甲送去屏東的海生館治療。嘛，因為這吉龜呢是無適合長時間飼佇咧人工的環境的，所以海保署昨已經有請漁船甲這隻吉龜載去屏東的外海來野放，也算是台灣海保頭一擺成功救援吉龜的案例。甲吉龜放落去海裡，看伊順利收登去大海，保育人員總算會當放心啊。這隻吉龜是高雄漁船測測佇外海收網的時陣發現的，因為吉龜是一級保育動物，身軀頂有吊傷。海保署接到通報了後，就隨啟動救援行動，甲吉龜送去屏東的海洋生物博物館進行治療。靠近鼻尖部的部位，還有它的兩個前肢，還有外殼的一些部位有非常大面積的表面的一些擦傷，然後還有局部的一些組織性的一些壞死。那在假日經過獸醫師團隊的一些持續的一些治療之後，那動物我們在9號的時候呢，發現動物已經可以具備潛水的能力。生活佇咧遠洋深海吉龜是體型上大的海龜，體重會當超過500公斤。食物來源以海鯷為主，因為族群數量快速減少，最近6年來台灣攏總發現過9擺。海保署表示，這回救的這隻吉龜大約150公斤重，照體型來看，也算是囡仔爾。因為詳細恢復了真好，而且人工飼養的環境食食無法度符合吉龜的需求。經過海生館的評估了後，海保署11下晡就請漁船甲吉龜載去屏東外海野放。這嘛是海保署成立以來頭擺成功救援野放的案例。這次成功救援及野放，不只是救回一個珍貴的生命，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葛龜從通報、救援、醫療照護到野放的完整處理經驗。海保署強調，因過也毋捌有送去海生館治療，佮成功野放的案例，這回跨單位的合作是一個寶貴的經驗。救援會當成功，嘛要感謝漁民的及時通報，和海保救援網有機會佇咧第一時間進行搶救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採訪報道。